今屆亞洲小姐競選咧，除咗引入全民投票呢一個新元素之外咧，仲會破天荒咁將總決賽咧分為12月4號同埋12月7號兩晚舉行嘅。咁多位咧就有更加多嘅時間去了解我哋嘅候選佳麗啦。咁而家又到咗拉票嘅時間啦喎，請候選嘅佳麗出場。大家好，我係5號徐莉亞，代表香港特區。我覺得我身材最靚嘅地方就係我面，我係混血兒，所以覺得我面比較特別啊。咁樣我參加選美，因為我覺得好機會有得嚟香港見好多新嘢，再識好多新朋友啊。我係5號徐莉亞，希望大家會支持我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6號袁小曼，我係代表香港特區嘅。咁今次參加亞洲小姐咧，係我自小嘅夢想。咁所以我有咁嘅機會，我一定會全力以赴，希望將自己最美麗嘅一面展現喺大家眼前。同埋我最中意咧就係自己嘅雙眼，因為我覺得好迷人。希望大家都可以俾我嘅眼神吸引到，投我一票啊！多謝。大家可以登入亞洲電視網頁，以及透過 SMS 短信投票。SMS 投票方法非常之簡單，只要輸入佳麗編號01至20，發送到508507，每次收費不多於港幣1.5元。投票時間由11月15號凌晨開始，至12月7號嘅晚上8點半，每日可以投每位候選佳麗一票。你嘅選票係絕對非常重要㗎。今屆亞洲小姐係由你話事，快啲叫晒你嘅親戚朋友一齊嚟投票，一齊見證今屆亞洲小姐嘅誕生。千挑萬選，都係思林最專。思林嘅美麗管理團